而家珠海5萬蚊首期，你就可以攞低我哋珠海首個華為智能社區啦。我哋成個屋苑咧，園林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嘅，每一層樓下咧都有唔同主題嘅一個會所、KTV 啦、簡餐書吧、智能運動場所等等等等，一應俱全嘅。而且我哋呢個位置咧，翻到拱北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都係20多分鐘嘅時間嘅啫。全屋都配備咗華為嘅智能系統。嗱，呢一個一鍵嘅離家模式啦、進入模式啦，又或者聲控可以操控你全屋嘅家私電器，或者遠程可以監測到你屋企嘅所有情況啊！我哋而家旁邊咧就係嘉和城啦，同埋萬達廣場，仲有省一級嘅學校添，相當之舒服嘅。我哋睇戶型咧，105方嘅單位做咗個4房嚇，咁我入門口嘅話咧，就有個帶明窗嘅一個入戶花園啦。呢個位置咧，對面可以做個鞋櫃喺度啦。105方嘅單位相當之舒服，飯廳4到6人冇問題。U 型嘅廚房可以放到個雙門嘅冰箱啦，做一種半開放式嘅廚房，亦都得非常之舒服嘅。最中意就係呢一個客廳啦，呢一個位置原來呢度係一間房嚟嘅，呢一種咧就係陽台封閉嘅設計。我哋將呢個廳咧變成105方，都做到大平層嘅感覺，非常之到位嘅。嗱，再睇埋呢一個咧係公區嘅衛生間啦。我哋而家咧最緊要係單價11,000蚊左右，首期5萬蚊就可以攞低啦。月供都係3到4千蚊嘅啫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呢度咧，可以睇到三邊嘅落床位，足尺嘅床，仲有個飄台咧。再睇埋呢邊仲有個獨立嘅衣帽間，105方就俾到你咁嘅享受，即係講你都唔信啊！而且部分單位嘅話咧，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電器添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下方留言，我發多啲資料俾你。